立秋一過，天地磁場正式換班，上半年破過財、受過氣、做錯決定，到今日仲喺度埋單嘅人唔好再認命，火勢一退，金氣入場，3個生肖會由谷底突然轉向，最早見錢嗰個反而最容易再次漏財，仲有2種貼身顏色，立秋後着啱，貴人同財路會明顯靠近，邊3個生肖，邊種顏色最旺你，後面逐樣拆清楚先點讚訂閱。再喺留言區打低8個大字，立秋轉運財神入屋。好多人以為立秋只係日曆上一個名，出面仍然咁熱，冷氣仍然開到最大，運勢邊有可能已經轉？佢呢個觀念一定要改，節氣轉換，唔係等你着長袖先開始。立秋一到，大自然嘅氣已經由向外散，慢慢變成向內收，日頭仍然熱，但夜風開始唔同。人心亦會由上半年嗰種急住衝，慢慢轉為計數、整理同重新選擇。夏天屬火，火代表速度嘅名氣、曝光同衝勁火，用得啱，人會有膽敢爭取，敢行第一步。賺火過量，個人就會失去停頓。睇到朋友話有平貨，你未計成本就落訂。公司話有升職機會，你連責任同人工都未問清，就將所有工作接晒件。某樣投資升得快，個心驚執輸，錢一轉出去，個價就開始跌。上半年好多人唔係冇能力，係每次都快咗半步返工一樣。上司語氣重少少，你即刻覺得對方針對自己。同事提出唔同意見，你未聽完第一句已經頂返轉頭。原本可以坐低處理嘅工作問題，最後變成人事鬥爭。返到屋企，火氣更加容易爆。明明只係一個外賣盒未掉，講幾句就扯到供樓家用，同幾年前邊個冇幫過邊個，嗰餐飯仲未食完，成屋人已經冇人想出聲。火最傷人嘅地方唔係天氣熱，係令人喺最唔應該落錢嗰一刻，偏偏覺得自己今次一定睇得啱。立秋之後，金氣開始入場，金代表數字合約、規矩、界線同埋決斷。之前覺得唔好意思追嘅數，會開始咁追。既然怕得罪人而接落嘅工作，你會重新問清楚，究竟包幾多、幾時交，同埋做多咗有冇錢收。抽金最重要嘅作用，唔係送一筆橫財俾你，而係先幫你將漏財口揾出嚟。一門生意表面有收入，但扣除時間運輸、退貨同人情折扣之後，原來每做一單都蝕上半年。你唔肯認，因為已經放咗太多心機落去。立秋後你開始肯睇實數，先知道停低唔係失敗，係救翻之後嘅現金。等金氣收好個局，水氣就會跟住入。金能生水，水代表資金流、人脈流、資訊流，同埋一件卡住好耐嘅事，終於有方法轉換。之前一口咬死唔肯付款嘅人，可能開始願意分期。幾個月冇消息嘅面試突然再揾你，舊客覺得你做事穩，會將新客帶返嚟。呢個就係金水相生，先收亂再通財，先將錯嘅人同錯嘅決定清走，真正有價值嘅機會先有位入。而衣服顏色點解會喺立秋後特別重要？因為衣服係每日最貼身，亦跟住你最耐嘅風水環境。屋企一件擺設，你出門之後就見唔到件衫，由朝早陪你返工、見客、開會、傾錢，去到夜晚先除低。顏色唔會代你返工，更加唔會令一個完全冇準備嘅人突然發達，但顏色會影響別人。第一眼點睇你，亦會提醒你今日應該用咩狀態做事。上半年火旺，紅色、橙色、鮮紫色用得太多，容易將本身嘅急躁再推高。尤其嗰啲一心急就講錯說話，一受刺激就亂買嘢嘅人，立秋後唔好再由頭火到腳。真正適合下半年嘅2大色系，一組係白金色系，一組係藍黑色系。白色同金色帶金氣，幫你收成立規矩，睇清數字。藍色同黑色帶水意，幫你冷靜轉彎，同埋令財路有流動空間。但係究竟邊一個生肖最需要白金，邊一個最需要藍黑？答案唔係全部人一樣。今次立秋後轉勢最明顯嘅係生肖狗、生肖虎同生肖羊，三者行嘅唔係同一條財路，有一個靠舊狗翻身，有一個靠攞翻話事權翻身，仲有一個起步最靜。
但一張訂單就可能將過去大半年嘅辛苦全部扭轉。先講生肖狗，屬狗嘅人上半年最屈嗰一幕，通常發生喺會議室，一個項目由開始已經亂資料交遲，客人改要求，其他部門又唔配合。你見件事就快大鑊，只好逐樣執返好。同事漏咗嘅資料，你補客人發火，你聽上司臨時要改，你夜晚留低做，去到項目出錯嗰日，所有人突然記得一件事，呢個項目一直係你跟喺張台前面，聽住有人將責任一件一件推過嚟，心入面真係火到震。最難頂唔係挨鬧，而係你知道成班人都清楚真相，偏偏冇一個出聲。生肖狗重情義，亦習慣替人頂住。你怕當眾拆穿同事場面會難睇，你怕同上司講清楚會俾人話唔合作，結果人哋見你次次都接，就將原本屬於自己嘅責任愈推愈多。有功勞嗰陣，大家話係團隊合作出事嗰陣，全房人望住你做生意嘅生肖狗。上半年亦容易俾熟人拖累對方，一開始拍心口，話月底一定過數，做月底就話客人未俾佢，再追就話下星期，你追到第5次，對方竟然反過嚟問，識咗咁耐點解咁唔信任佢？你明知唔對路，仍然接多一張單，因為你心諗之前嗰筆都未收，如果而家唔幫佢，可能連舊數都冇。就係呢個想法令個窿愈扯愈大。有啲屬狗人仲試過投資失利，本身唔係貪心，只係見屋企開支愈來愈重，想多一條收入。朋友講到機會好穩，仲話自己放咗好多錢落去。你信咗人情，冇睇清文件，等真正有事，對方已經唔覆電話，夜晚熄咗燈，佢拎住部電話不停睇戶口啊、卡數、供款、學費、保險，一筆一筆排住。你唔敢同屋企人講真數，朝早仍然照常返工，個心其實已經攰到連嬲都冇力。立秋之後，生肖狗第一個翻身訊號，未必係錢，係一封舊電郵。公司可能換咗主管，新主管唔識以前嗰班人情，只睇記錄。佢翻查項目，發現真正一路追資料、提醒風險同埋處理客人嘅人係你。以前最識搶功嗰個，講得幾好聽都冇用。時間記錄、信息同文件唔會陪佢做戲。呢個黑鑊未必有人正式同你講對唔住。但新主管會做一個動作，下一個重要項目，佢唔再叫你幫手，係直接叫你負責。兩個字睇落差唔多，實際完全唔同。幫手代表出事有你份，決定就未必有你份。負責代表你可以定流程、分工作，同埋要求每個人交代自己嗰部分話事權。一返嚟，生肖狗嘅事業先真正開始轉到白路前後，舊數會喐追咗幾個月嘅貨款，可能因為對方公司換咗財務人員，突然有人聯絡你核對資料，一直未批嘅佣金會重新有人處理，亦可能有個舊客主動揾返你，唔單止結清舊數，仲帶一張新單過嚟。生肖狗最先返嚟嘅財，通常唔係全新嘅錢，係過好應該屬於你，但一直卡住嗰部分，有人會收到退款，有人會收到補發佣金。亦有人將屋企放咗幾年嘅器材放上網，竟然有人願意用合理價錢收呢啲錢，未必令你一夜變成有錢人，但係足以鬆開一條勒咗你好耐嘅。有個屬狗嘅人追咗一筆尾數大半年，佢已經當自己試咗，連信息都唔想再發。立秋後，對方公司總組新負責人清舊照，主動叫佢補返文件。嗰筆錢入戶口之後，佢冇去食大餐，亦冇換電話，而係先清咗一張每個月食緊高息嘅卡數。下一個月出糧，佢第一次發現人工唔使再大部分交俾利息。生肖狗真正嘅大翻身，唔係街上面突然執到錢，係戶口開始唔再俾舊債咬住。寒露之後，之前嘅爛攤子會變成經驗。公司有一個其他人唔敢接嘅項目，你最清楚邊度會出事。做客知道你有交代，會介紹更大客戶。以前覺得自己次次蝕底，立秋後先會發現可靠本身就係一項值錢能力。但生肖狗要過一關，立秋後邊個仲同你講？大家咁熟唔使寫清楚，邊個就最可能係你下一個漏財口。人情可以留，
規矩唔可以冇，借錢之前先問自己，呢筆錢收唔返會唔會影響交租、供樓同照顧屋企？如果會，就唔可以借生肖狗立秋後，最適合以白色做主色，再配深藍色、白色幫你將界線講清楚，深藍色幫你預示唔再心急，要追數簽文件，或者見重要客戶嗰日可以加少量金色配飾，唔需要誇張，一隻手蠟、一個眼鏡框已經足夠。如果生肖狗輸在人情，下一個生肖上半年輸嘅就係太想證明自己。生肖虎最屈嗰一幕日亦喺會議室，但佢坐嘅位置同生肖狗唔同。生肖狗係坐喺度替人背責任，生肖虎係坐喺最邊嗰張。明明成個方案係自己諗，卻冇資格作最後決定。上半年你有想法，上司話未成熟，你指出流程有問題，對方叫你照舊做過幾日，同時將你個方案換幾個字再講一次，全房人竟然話好。你望住投影幕，心入面知晒發生咩事，但屋企要交數，你唔可以即場拍台，嗰口氣只可以吞落去。返到屋企先一個人發火，屬虎嘅人最怕冇得話事。望唔係問題，最難受係你明明知道點做會更好，偏偏每一步都要等一個根本唔明漢薄嘅人批准。做生意嘅生肖虎上半年更加容易進退兩難，產品整好，廣告費落咗，客人有問冇買，租金、人工、貨款日日照計。你每日開門前都話再頂一個月，夜晚掃完錢後忍唔住問係咪自己真係揀錯路。生肖虎本身有膽，火旺嗰陣更加想快啲證明自己，越想贏，說話越硬，合作夥伴動作慢少少，你就覺得對方拖累自己。屋企人提醒風險，你聽成唔支持。上半年你真正輸掉嘅未必係一張單，係別人開始覺得你能力有，但唔夠穩。立秋後金氣會將生肖虎嗰團亂衝嘅火慢慢收成一把有方向嘅刀，你唔再逢門就撞，開始睇清楚邊一道門後面有資源，邊一度只係浪費時間。白露前後生肖虎要留意一張期，公司有人離職，即部門重組，或者一個新項目突然冇人敢接，以前一直冇資格坐上去嗰個位置會短暫空出嚟，上司可能唔會即刻講升職，只係叫你暫時頂住。呢個時候唔好嫌名分未到，亦唔好急住問點解人工仲未加先坐穩。嗰張唔將數字做出嚟，有個屬虎嘅人上半年一直做副手，大小事情都由佢處理，出面只識得主管個名。立秋後公司開一條新叫務線，原本幾個主管都唔肯接，最後叫佢試人手唔多，預算亦唔鬆。佢第一日冇急住買設備，專停咗幾項冇回報嘅開支，再揾翻舊客試市場，工作流程重新排過，邊個跟客邊個交貨全部寫清楚。2個月之後，個項目開始有穩定收入。公司將原本固定人工改成底薪加項目分紅，以前做多做少都係同一個數。立秋之後，佢第一次見到自己每一個決定真係會直接反映喺戶口。呢個先叫生肖虎財富打開，唔係突然有人送一袋錢，而係能力同收入終於連埋一齊。想壯驗嘅生肖虎寒路，前後會睇到一條更實際嘅路，家居維修、清潔、老人照顧、飲食、物流、教育、寵物、網上銷售同內容製作呢類可以解決生活麻煩嘅工作，比純粹追潮流更加穩。但唔好一開始就租大地方先接一批客，睇有冇回頭可以收訂金，就唔好再自己笨晒成本。將服務範圍寫清楚，先處理現金流，再諗排場。生肖虎下半年最危險嘅唔係冇機會，係第一張大單一落實就覺得自己已經贏，立即租大煲買最貴器材，再請一班人，收入啱啱起步，固定成本已經推到最高。下一個月訂單少一點，壓力又將你燒翻轉頭。立秋金氣要教生肖虎嘅唔係縮，而係準客人有固定回扣，先增加人手，收入穩定一段時間，先擴大地方，手上未有足夠現金。唔好為咗俾人睇到自己成功而借大錢撐排場。生肖虎最適合白色配黑色，或者深藍色白色收住火，深色令你判斷穩。要見管理層傾分成，或者上台做重要匯報，可以加少量金色。
你要俾人感受到嘅唔再係我好有火，而係件事交俾我做得到。前面兩個生肖，一個要洗清舊罩，一個要坐上主位。最後一個生肖立秋後嘅財路會靜好多，但佢一喐可能就係一張令你幾個月都唔使再愁嘅訂單。生肖羊上半年最辛酸嘅地方係做咗好多冇人睇到。公司最麻煩嘅客係你跟客人鬧，係你聽。事情處理好之後，上司就話係全隊努力，你早返遲走幫同事頂更，自己想請一日假，反而怕俾人話唔負責。屋企亦一樣，朝早整早餐，送細路返學，放工買餸，老人家覆診，又係你陪自己條腰痛咗幾個月，仍然同自己講遲啲先處理，因為大家習慣咗你會頂，所以冇人再問你攰唔攰。做小生意嘅生肖羊，上半年可能日日忙足10個鐘，客人睇多買少貨品，擺完又擺，價錢改完再改，夜晚收煲掃完一日，收入扣除租金、水電同貨款，發現自己只係勉強夠過。生肖羊唔中意爭，亦唔習慣將自己講到好叻。最大問題係市場唔會自動知道你有幾好，客人一講預算有限，立即減價，對方話再改多2次，你怕失去個客，免費做埋，結果訂單有，收入亦有，真正留喺戶口嘅錢卻唔多。生肖羊上半年唔係冇客，係有客都賺唔到錢。立秋後，雙合嘅人際力量會開始落到實際合作。第一個信號通常係有人介紹你，舊客帶一個朋友過嚟，供應商主動俾更好條件，公司有位置空缺，一個平時冇乜同你講嘢嘅高層突然點名叫你試，你可能覺得奇怪，佢平時根本冇讚過自己。其實上半年你點樣處理麻煩，點樣對客人有交代，對方一路睇緊真正要揾可靠嘅人嗰日，佢先會記起你有個屬羊嘅人，平時喺屋企整食品俾熟客。上半年每星期做幾十盒，收入唔多，仲成日俾人問可唔可以平啲。立秋之後，一個舊客食完覺得好，介紹俾公司做活動，電話打過嚟嗰陣，對方問嘅唔係10盒20盒，係幾百份，可唔可以按時交？生肖羊第一個反應通常係驚自己做唔切，驚開價太高，嚇走對方，亦驚要揾人幫手會增加成本。但今次佢冇再用平時嗰個人情價，材料、人工、包裝、運送全部計清楚，再收一部分訂金先開始。第一張單完成之後，公司同事再落私人單。原本一個活動慢慢變成一批固定客，外人睇到嘅係突然爆單，真正令佢翻身嘅係佢終於第一次用做生意嘅方法，而唔係用幫朋友嘅方法收錢做設計、剪片、翻譯文書會計、教學嘅生肖羊亦一樣。白露後會遇到一個尊重專業嘅客，對方肯俾合理價錢，工作範圍亦講得清楚。第一單做完，仲介紹同類客戶過嚟。你以前四圍問人有冇工作，下半年開始有人問你幾時有期生肖羊嘅編裁，多數由合作轉介同長期訂單而來。另一半可能願意暫時分擔部分家庭開支，等你試一門副業親戚，啱啱有地方或者設備，可以用較低成本俾你開始。以前一直差過一塊，會有人補上。但生肖羊立秋後最怕嘅唔係冇訂單，係訂單突然多咗，自己仍然按舊價收錢，忙到連食嘢都冇時間，月底戶口卻冇多幾多，咁就叫有運冇財。價錢、數量、交貨日期、修改次數同付款方式開始之前一定要講清楚。真正嘅貴人唔會因為你收合理價錢就嬲，只有一心想攞着數嘅人專會用大家咁熟壓你。生肖羊適合米白色配深藍色，米白保留親和力，深藍增加專業感。你要令人感受到你仍然好相處，但唔再係一個可以無限免費加工作嘅人。3個生肖講到呢度，大家應該睇得明。生肖狗靠舊價回流，生肖虎靠主導權生財，生肖羊靠計人同訂單聚財。但最後留唔留得住唔直睇生肖，仲要睇立秋之後每日穿喺身上嗰齊貼身風水。前面講2大色係真正主色，其實可以收得更簡單。白色同深藍色，金色可以做白色嘅互助，黑色可以做深藍色嘅互助。點解將主色定成白同深藍？
因為白色夠乾淨，容易配搭，亦最能呈現抽金嗰種清楚同利落。深藍色比純黑柔和，仍然有水意，同時唔會令人睇落太沉。返工見客可以白色上衣配深藍色褲或者裙，需要追數簽文件同人講清楚工作界線就用白色做主，再加件小金屬配飾。要處理投訴、傾合作或者見一個情緒比較急嘅人，深藍色做主會穩好多。管理層開會可以深藍配白，做銷售需要親和力，可以白色做主。再用深藍袋或者外套壓住浮躁，金色只要少量手勒、眼鏡框、耳環、裂扣，揀一樣就夠。全身金光閃閃未必叫旺財，可能只會令人覺得用力過度。黑色亦一樣可以做褲鞋或者袋，但唔好由頭黑到腳，令自己睇落冇精神。水氣要穩，唔係要沉。紅色、橙色、鮮紫色立秋後唔係完全唔可以用，非要上台做宣傳或者增加少量人氣，可以用一點做點點，但本身已經脾氣急。近期成日衝動使錢嘅人就唔好將火色做全身主角。衣服風水最怕一件事，顏色啱件衫卻皺晒，鞋底污糟，袋入面塞滿舊單據，身上仲有異味，財神未必真係俾你嚇走，客人就好可能先走。所以立秋前後要整理衣櫃，3年冇着過又唔合身嘅衫，唔好再塞住甩爛拉鏈，可以整就整，唔會再着就處理。你每日打開衣櫃都見到一堆冇用嘅選擇，朝早未出門已經開始亂衣櫃清楚。個人做決定亦會快而準，接住要睇屋企大門。大門係一家人每日接外面消息、工作同人脈嘅入口，鞋子箱、雨遮同垃圾全部堆喺度。門一開已經要側身行。見屋企人每日出門第一個感覺就係煩唔着嘅鞋，收好紙箱，唔好留幾個月。門突污糟就洗，爛咗就換。門盒有聲要處理，門鎖唔順要整，門口燈壞咗即刻換。大門一乾淨，最先改變嘅係屋企人每日出入嘅情緒。朝早冇嘢阻住，個人冇咁急。夜晚返到屋企，第一眼唔係一堆雜物，火氣自然低一點，想加金氣，可以喺入門後穩固嘅櫃面放一個細小銅鐘，唔需要買古董，外形完整，聲音清脆就可以，唔好放地下，唔好塞。喺雜物後面亦唔好正對垃圾桶。每日出門之前輕輕動一下，個聲唔係將錢叫入屋，係提醒你今日所有金錢安排都要清楚，唔好亂答應，唔好因為人情即刻轉錢。屋企有人對聲音敏感，